大家今時今日起身第一件事係做咩啊？相信90%人都係摸下枕頭邊，睇下部手機喺唔喺度。手機喺呢個年代已經唔單止係通訊工具，直情係好多人嘅命根。最近有一單校園新聞鬧得滿城風雨，觀塘瑪利諾書院推行咗一個手機儲物櫃制度，要求學生返學就要交部機出嚟鎖入櫃。聽落好似好合理啊，但點知一石激起千層浪，搞到學生要發起聯署抗議。我半堂返係一個有2個小朋友嘅爸爸，聽完呢單嘢真係第一時間我心諗返學讀書啫，點解會搞到好似法庭對峙咁大件事？今日我就想用一個家長曾經都係學生嘅身份，同大家拆解下呢場鬧劇。今年3月底，觀塘瑪利諾書院向全校發咗一份通告，通告內容大致係話，為咗促進學生嘅自律性，減少課堂分心，同埋最重要嘅降低手提電話失竊嘅風險，學校決定由5月中開始推行手機儲物櫃制度。制度嘅細節係咁嘅，針對中3同中4嘅同學，如果同學要帶手機返學，家長一定要簽署同意書，然後學生一入課室之前就要乖乖地將部機熄咗佢，放入指定嘅儲物櫃，直到午膳時間同放學時間先可以攞返部電話。令中3、中4學生最嬲係，如果違規每次記4個缺點。各位，4個缺點呀，喺學生嘅世界，呢個唔係普通嘅提醒，呢個簡直係極刑。消息一出，成個校園甚至係網上都吸引咗好多人討論。學生冇啞忍，而係發起咗網上聯署。佢哋嘅抗議重點有幾個：第一，立即暫停呢個荒謬制度。點解淨係針對中3同中4，要求先召開家長同埋學生諮詢會，大家坐低慢慢傾。第二，如果校方保留儲物櫃安排，應該要改善有關存放同取回手機記安排，保障同學仔緊急聯繫權利。第三，最現實嘅問題，手機咁貴，萬一鎖喺櫃度唔見咗或者損毀咗，邊個負責任？校方要有明確承諾，而目前校方話仲係試行階段，教育局都話已經聯絡學校跟進。我哋先試下換位思考，企喺校方嘅立場諗下，如果你係老師，你每日入到課室見到一堆埋頭苦幹睇緊手機嘅記學生，你會點諗？校方嘅出發點其實好直觀，第一，自律。依家嘅後生仔甚至係大人，包括我，機都不離手。如果上堂聽下書，部機叮一聲，校方覺得如果其他同學有樣學樣，會影響課堂秩序。既然同學仔未學識點樣同手機共處，咁我就用物理方式幫你哋隔離。第二，點解只係中3、中4學生？我相信呢個唔係隨機抽樣，老師可能發現呢2級嘅違規情況最嚴重。有學校校中4學生向傳媒爆料，話校方喺早會解釋，係因為呢2個年級違規用手機情況最嚴重，分別有成30宗同27宗記錄，比其他級數多近1倍。最驚人嘅係，校方更提到有學生涉嫌用電話偷拍女教師，手機喺課室入面唔單止係分心工具，仲可能變成攻擊工具。懷疑呢單嘢先係校方出重招嘅真正導火線。校方嘅邏輯好清晰，學校有責任保護教學環境。如果每日都要花時間去捉學生玩手機、偷拍老師同學，效率太低啦。不如一刀切，大家返學就準時交手機，清清靜靜上堂，記4個缺點，畫一條清楚嘅紅線，係冇得商量嘅。我哋又睇下學生依邊嘅諗法。我哋要明白，中3、中4嘅男仔正係處於一種覺得自己已經係大人嘅反叛期。佢哋最反感嘅未必係唔用得手機，冇諮詢佢哋意見係其中嘅原因，但最重要係嗰種被拖落水嘅感覺。如果你係一個好乖、好自律嘅學生，從來唔會喺上堂玩手機，但因為你啲同學玩，搞到你都要一齊被強制收手機，佢哋心入面會有一種不公平感覺。同埋呢個規矩只係針對中3、中4嘅學生，咁學生一定會諗，點解中1、中2、中4、中5、中6嘅同學可以玩電話，會有錯覺，覺得俾學校標籤為壞學生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分享下半堂返自己嘅故事。
我作為一個有兩個小朋友嘅爸爸，我絕對明白校方嘅擔憂。我個大女今年小學3年級，佢依家已經係機不離手。食飯嘅時候，如果你唔畀佢睇 YouTube 或者 TikTok，佢個樣就好似失咗魂咁。佢會睇啲短片嚟送飯。我唔畀佢睇會發脾氣唔食飯。我自己咧，我都唔好得去邊。我每日都會睇手機、睇片、打機。有時我都會發現，原本只係想睇一睇，點知1個鐘之後都仲睇緊電話。連我一個大人都會上癮，都有唔自律記時間，更何況係一個10幾歲、大腦發育仲未成熟嘅青少年呢？所以當我見到觀塘瑪利諾嘅學生抗議時，我一方面同情佢哋，但另一方面，我心入面有一種爸爸式嘅擔憂。我會諗，如果我唔管我個女，佢10年後會變成點？講返我細個，我幼稚園同小學係喺香港讀嘅，到咗中二嗰年，我就返咗英國讀寄宿學校。當時係20幾年前，我仲用緊諾基亞玩貪食蛇。而家我唔清楚啦，但係嗰陣時我讀英國寄宿學校係極之嚴格，我哋直情係唔准帶電話。如果你有咩事要屋企人，你要先向社監申請，獲批之後先可以用學校部公共電話打畀爸爸媽媽。我仲記得當時我哋要每日朝早5點鐘起身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係5點。喺英國嗰種凍到死，記冬天我哋要起身晨跑嗰種辛苦，我到今日都仲記得。校方係強制執行嘅，如果你唔跑，你就冇得返去沖熱水涼。當時我覺得學校好殘忍，但係依家諗返轉頭，正係嗰種嚴格嘅環境磨練咗我嘅意志力。雖然年代唔同咗，唔可以再用20年前嗰套，但係紀律呢樣嘢，無論係咩年代，都係一個人成長必須嘅。所以我嘅立場係，我支持校方嘅目標，但我認為手段上確實有好多可以進步嘅空間。因為學校必須係一個學習嘅地方，雖然好好運用人工智能可以令到我哋隨時學習啫，但面對手機成癮呢一個問題，身為家長，既我覺得學校唔可以坐視不理，校方採取強硬態度，係要保護嗰啲想認真讀書嘅同學。例子有澳洲，澳洲一直都係香港人熱門移民同升學嘅國家之一，成為全球首個立法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國家，要求平台移除未成年人賬戶，有 TikTok、Instagram、Facebook， 要保護兒童身心健康。法國、丹麥、希臘同埋我曾經生活過嘅英國正考慮跟從，限制低齡群體使用社交媒體。其實好多國家，整個世界都有趨向禁止青少年沉迷使用手機。行動甚比依間學校，比香港更加激進，但我覺得校方有2點可以做得更好。第一，政策要統一。點解淨係中3、中4學生先？如果你覺得手機係一個問題，咁就全校一齊執行。即使中3、中4違規多，但如果你只係針對佢哋，佢哋就會覺得自己畀老師標籤，更加唔服學校嘅決定。如果係全校性嘅校規，就好似要着校服，唔准遲到一樣，大家心理平衡好多，亦唔會令件事發酵到上埋新聞。第二，要溝通，唔好只係命令。一張冷冰冰嘅通告係最難嘅管理方法。如果校長或者老師喺推行之前，先同家長代表傾下，或者同開個 assembly， 坦誠布公咁講，各位，學校發現最近影老師上堂玩手機嘅問題好嚴重，影響到大家。我哋想咁樣做，你哋有冇咩建議？我相信大部分家長好似我咁，見到仔女機不離手，都會擔心。如果有家長嘅支持，學校實行起上嚟就係事半功倍。我想藉住呢件事，同所有家長共勉。我同我對仔女溝通嘅時候，成日都要提醒自己，唔好強迫仔女一定聽自己話。當小朋友做錯嘢，我會及時指正，但我會同佢哋有一個良好嘅溝通。我會話畀佢聽，爸爸點解要罰你，係因為我好錫你。我想你學識點樣保護自己，點樣管理時間。當小朋友明白你係為佢好，而唔係單純想騷擾佢嘅時候，
佢哋係會更加尊重你。我相信學校嘅初衷係好嘅，係想保護學生，建立紀律。我希望校方可以吸收今次嘅教訓。多謝大家。以上就係我對呢件事嘅完整睇法。你支唔支持校方嘅做法？或者你都有類似嘅家教煩惱？歡迎大家留言一齊討論。呢度係半塘番廣場，如果鍾意可以畀個 like 同訂閱。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